尊敬的领导、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国际学院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陈悦，来自尼日利亚，很荣幸代表2023届全体来华留学毕业生发言。大家也许会奇怪，一个外国人学汉语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选择读中文系？在中文系学什么？怎么学？学得怎么样？其实当时选择这个专业，我也很茫然。不仅要掌握汉字，还要掌握由这些汉字组成的诗词歌赋，我容易吗？但我很快发现，生活在西南大学学古诗一点也不难。下雨时走在玉兰花下，我感受到了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起风时来到樟树林，我明白了鸟鸣山更幽，长草林雨静。春天漫步承德湖，我看到了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秋天抬头看到银杏，我体会到了清空以后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感谢母校，让我在诗意的校园爱上中文，感受了中文之美。西南大学给我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从此走进迷人的文化世界。从孔子到朱熹，从李白到苏轼，从汉唐边关到今天的一带一路，我像当年乘船来到中国的遣唐使一样，深深地被中华文化吸引。我也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使者，因为热爱，所以想将这里的文化带向世界。在一带一路的宏伟建设中，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号召下，作为一名留学生，我深感自己的使命与责任。在西南大学浓厚的文化氛围中，我加入了留学生诗词表演社团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参加了各种活动和比赛，获得了无数奖项。2022年，我们获得了东盟艺术节诗词朗诵1等奖，这是从全球25个国家120多个作品中脱颖而出的，只有2个1等奖。足以见我们西南大学留学生的实力，也足以见西南大学的实力。你们知道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吗？你们参加过吗？那我要骄傲地说，我参加过。2022年，我站上了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，与立波、康震聊李白，还现场背诵了《将进酒》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当我背诵完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感谢母校。是母校给了我站上舞台的能力和勇气。我爱西南大学，从一个汉语都说不好的老外，变成了能流利朗诵唐诗宋词的西大学子。我不想快乐的时光变成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所以我选择留在母校读研究生。我将继续在这里探索传统文化的魅力，涵养文化传播的能力。优秀灿烂的文化不仅是中国的，也应该是世界的。期待有一天，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，能让中华文化变成9万里风鹏正举，变成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变成天下谁人不识君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陈悦同学。